宣傳意23443699零速傳播。各位，喺台北，陳水扁總統今晚會發表電視講話，取代向立法院提出罷免案答辯書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決定聽晚上電視回應陳水扁嘅講話。陳錦霞報道。針對泛藍陣營提出嘅罷免總統案，陳水扁今晚8點會喺總統府以電視直播方式向民眾說明，而唔會向立法院提交答辯書，係陳水扁上台6年多以嚟首次咁樣做。中時電子報預計全程大約2個鐘頭，陳水扁不會接受記者提問，亦唔會提及太太吳淑珍被指涉及嘅SOGO禮券風波，以及女婿趙建銘涉及嘅台開案。總統府副秘書長卓榮泰話，基於有關案件仍在調查，不宜公開說明個案內容，但陳水扁會說明對案件嘅基本立場。陳水扁亦都會回應泛藍陣營提出嘅罷免理由。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尋晚同幕僚開會之後決定，聽晚8點會上電視，以同樣嘅模式回應陳水扁嘅談話。無線電視記者陳錦霞報道。返嚟本港，油麻地廟街發生傷人案，4個人受傷。現場警員表示，行動期間有警員曾經掹槍。警方封鎖一段廟街調查，有警員嘅制服染上傷者血跡。喺朝早大約7點半，一批男人同另一批外籍男人喺廟街同南京街交界爭執同埋打鬥。到場調查嘅警員表示，其中一個警員當時見勸阻無效，一度掹槍制止兩班人打鬥。警方最後拘捕4個受傷嘅男人，另外有4人在逃。有團體趁行政會議成員開會前請願，要求政府立例，俾已婚男士享有1個星期嘅有薪侍產假。代表話，有調查指唔少嘅丈夫喺太太懷孕時面對壓力，產生抑鬱情緒，認為已婚男士享有侍產假可以減輕夫妻壓力。有立法會議員聽日質詢政府會唔會立例設立侍產假。一批吐露港嘅養魚戶遊行，指挖泥工程令到大量魚類死亡。害死漁民！害死漁民！代表高叫口號，拉起橫額，喺中環政府總部集合，再遊行到美利大廈。佢哋指煤氣公司舊年8月至到今年5月喺吐露港鋪設天然氣管道期間，附近魚排有大量貝類同埋養魚死亡，400幾個漁戶損失超過2500萬，懷疑工程污染水質，要求環境保護署詳細檢驗本港海床嘅細菌以及係重金屬含量，調查海產死亡係咪同工程有關。漁民喺環保署代表接收請願信之後離開。各位，呢個新聞提要報道完。跟住係上海商業銀行特約交易現場，之後係欖菊分享5間劇場，廉政追緝令。